2014年，太阳花学运有济学生、公民团体甲民众参加。有少年人发现讲，咱台湾人对国际情势理解较欠缺，所以对迄阵开始，就伫网络线顶做节目，伫讨论国际议题。调整相机，开人器材，准备好势，开始今仔日的讨论主题。想要讲什么新闻？这礼拜我想要讲缅甸，对不对？你也在看缅甸？对。两人自然亲像开讲，轻松的气氛，讲的内容是重大的国际新闻。凯莉甲Ken有伫外国读册经验，2014年太阳花时，两个人拢有去现场了解状况，但是因所发现台湾的少年人其实无啥了解国际局势。因为那时候有很多那个小圈圈，对不对？大家在做不同的讲堂也好，或者是分享也好，然后就听他们讲一些事情，然后说啊，那你们知道中国是什么样子吗？发现大部分都不知道。那说啊，那你们知道国外现在怎么看这件事情吗？大家也不是很了解。Ken 表示，伊伫中国读册时阵，看到中国人拢开真侪时间来看各种资讯，就惊闹交气。等到是当时台湾的国际新闻内容较欠议题探讨，因就开始翕底片、发宣传单，试各种办法，希望民众对国际新闻有兴趣。我们今天讲到一个什么国家，然后 Ken 就会想办法去比喻台湾哪一个城市有一点像这个国家，然后就要想办法去做这个连结。对。然后我觉得是讲久了以后，大家会觉得，好像我比较可以理解那个中东国家发生什么事，因为它可能就像我们的中永和。对，可能就像中永和的人口数，可是在那边然后被炸掉。他说：“哦，shit， 这很严重。” Podcast 节目制作到大，两个人为原本兼咧做变成主要的工作。毛伫传统媒体做节目的凯莉，嘛点出这阵网络媒体会这么兴的原因。可是以网络来说，我们没有这个包袱。对我们来说，你讲出比较有争议的话，但只要是你真心的想法，然后就算是个人意见呢，是个人意见，然后就算被骂，然后被关心，反正也是我们都是好的讨论，而且到最后也是我们自己个人承担呢。可是我觉得传统媒体可能就变成公司要承担，然后大家都很怕，那每个人都开始怕，以后就变得都不敢讲，那就我们就挑保守安全的东西来讲。那安全的东西是什么？就是行车记录器之类的。讲话就是这么直接趣味，加上淡薄正经，互因伫网络顶有一项始终的听众。凯莉甲Ken讲，做节目唔惊别人批评，有意见代表有人看，意见无同代表有讨论的空间。未来伊嘛要继续用家己上自然的方式，鼓励大家讲出想法，同齐讨论国际新闻。记者杨淑静、夏桂林台北报道。